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環球金融快線。先睇下外圍嘅新聞焦點。有歐元之父之稱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話，美國聯儲局推出 QE2 會推高歐元匯價，最終嚟到歐元區受到通縮嘅影響。冰島央行大幅減息3%厘，指標利率降低去到5.5厘。央行解釋減息呢就係因為通脹嘅增速降到5年以嚟最慢。世界銀行認為內地出現3%至到5%嘅通脹嘅市場，亦都無需要過分緊張。咁喺我身邊繼續有黃 Sir 黃冠一同大家一齊主持節目。黃 Sir 你好，你喺邊？先睇下啦，有歐元之父之稱嘅蒙代爾嘅就話咧，美國推出 QE2 有機會導致歐元對美元上升，進而令到歐元區出現通縮啦。再進一步咁樣諗咧，令到歐元區個主權嘅評級咧，亦都有可能咧會影響到啊。係咪真係會咁即係大件事啦？嗱，首先咧就係話如果你美國推出個 QE2 咧。咁你你知美元同埋歐元喺嗰個美匯指數裏邊所佔嘅比重咧係超過57%。咁你一拱低個美元嘅時候咧，歐元第一個咧就真係我入地獄啦，真係飆咗上去。咁飆咗上去嘅時候咧，你一定係出現咗通縮嘅，係咪先？咁你如果通縮嘅時候，你嗰啲人拿住嚿錢一路升值嘅，邊個肯去使咧？係嘛？或者係邊個肯去做生意咧？咁樣所以咧就會出現咗一個問題。如果冇人使錢，冇人做生意嘅時候咧，你個稅收係從何嚟咧？係嘛？咁你稅收冇得收，咁你嗰啲主權評級梗係俾人哋俾人哋質疑㗎啦，係嘛？咁仲有一樣嘢喎，咁你如果你嗰個通縮嘅時候，你嗰個債價咧就一定升嘅，你孳息係落㗎嘛，係咪先？咁啊慘啦！你歐元升咧，你個出口又唔掂喎，出口唔掂咧，第一個首當其衝嘅就係德國，咁所以咧就。呢個 QE2 咧，真係如果佢推出嚟大咧，真係累人不淺嘅真係。係啦，咁所以黃 Sir 尋晚就話啦，可能咧美國咧推出個 QE2 咧就係要拆人哋個棒啊，就係損人不利己啊。嗱，再睇下冰島央行啊，大幅調低指標利率0.75厘咧，去到5.5厘嘅水平。央行就話通脹情況唔嚴重，央行有需要透過減息嚟到刺激經濟。嗱，連同埋今次咧，冰島央行就今年咧已經減息咗7次咁多，累計減息嘅幅度係4厘半啊，係咪真係經濟啦好翻好多啦？咁啊咧嗱，減息，因為點解咧？你知道冰島出事嘅時候咧，就嗰陣時嗰個最高嘅利率去到18%，即係18厘嘅嚇。咁咧就經過 IMF 救佢啦，俾錢救，我諗40幾50億咁啦，救咗佢之後咧，佢又開始好翻。咁咧就嗰個一路都減息，連埋而家咁減埋咧，總共減咗13次息㗎啦。咁咧就佢仲有一個，佢做埋一個叫 capital control， 即係資本嘅控制咧，就保護翻自己個 krona， 叫黑狼好似應該嘅。咁啊黑狼咧就咁啊去年咧就黑狼對呢個歐元，即係歐元都唔係嘢少啦，係咪？即係出世到而家都對美元都上升啊。咁但係佢對歐元咧都上升咗19%。咁佢通脹落翻嚟喎，去到3.3% 嘅啫，咁所以咧證明佢嘅經濟係逐漸咁好翻嘅。係，大家對佢嘅信心亦都增加翻唔少啊。另外再睇下啦，世界銀行嘅高級經濟師高路易咧就話，內地部分嘅通脹咧就係源於工資上升同埋調整電價必要改革。嗱，所以即使通脹升到3%至5%呢啲水平咧，亦都唔代表響起警號啊。嗱，佢就話唔應該驚啫，係咪真係唔使驚啊？如果真係去到3至5% 嘅時候。咁啊！如果高佬全講我就唔驚啦，咁高佬亦講就少少驚啊！咁佢唔驚，溫總都驚啊！大佬去到5%喎，咁佢死人嘅啫！佢自己都話3%，你去到5%係嘛？你冇辦法啦！你 QE2 如果出嚟嘅時候咧，你 flood the market with all the money 咧，你嗰啲資產價格啊，你 commodities 啊，你乜嘢都要上㗎啦。一上咧，你中國有好多進口貨咧，就進口嘅原材料啊，進口嘅嘢咧，全部都貴晒。咁你話佢驚唔驚啊？係咪先？呢個高路亦都好得人驚啊！係啦，呢樣嘢咧就即係最重要，就會影響民生。呢一樣嘢亦都係中央最關注嘅。另外睇下美國今晚公佈嘅經濟數據，9月份嘅工廠訂單數據增幅係好過市場預期。嗱，商務部公布9月份工廠訂單按月升2.1%，好過市場預期。市場原先係預期會上升1.6%，咁增幅同時亦都係8個月以嚟最大。另外，供應管理協會公布反映服務業表現嘅非製造業指數，10月份係上升去到54.3，好過市場預期嘅53.5。
喺數據公佈之後，美元對日元匯價係做好啊，曾經咧就見過81.5呢一啲水平，不過對歐元變動咧就唔係好大嘅。嗱，另外私人企業職位嘅增加咧就遠遠好過市場預期。僱員服務公司 ADP 公佈美國10月份私人企業就業職位按月增加43,000個，市場原先預期只係會增加2萬個嘅啫。而9月份嘅數字就由減少39,000個，大幅修訂去到減少2,000個。另外，就業諮詢公司嘅數據就顯示同期私人企業裁員人數按年減少咗31.8%咁多。美股今晚咧翻嚟嘅時候咧，早段咧就係靠穩嘅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升20點，報11,209點；至標準普爾500指數升1點，報1,195點。嗱，似乎嘅變動都唔係好大啦，仍然都係嗰樣嘢啦，睇住 QE2。係啦，今晚2點15分啦，睇下個 QE2 出嚟幾多啦，係咪啊？咁嗰陣時可能先會出現比較大嘅波動啦。咁不過咧就最終咧第7日咧個 S&P 可以收喺1195啊，咁令到今日個港股都飆一飆嘅嚇。係啦，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，轉個話題睇下美國中期選舉嘅結果塵埃落定，共和黨重奪眾議院嘅控制權，而民主黨咧只係勉強保住參議院優勢。對於華府之後嘅經濟政策影響會係點啊？下一節翻嚟討論下。